台语罗马字白话字基础班第5课拼音加强练习第1单元。白话字的拼音，母音是会当单独发音成做一字，除了单母音以外的母音字，拢是组合的拼音字，亲像双母音、三母音，拢是。若是子音，子音是爱甲母音组合，才会当成做一个拼音字。用元母音为主，加上子音的拼音练习。单母音的部分，大写 a、i、u、a、e、o， 小写 a、i、u、a、e、o。a、i、u、a、e、o。单母音大写 a 会加上子音的拼音练习。ba、za、cha、ma、na、nga、ga、ha、pa、pa、sa、ka、ka、la、ta。单母音 i 的部分有 mi、ji、chi、mi、ni、ni、gi、hi、pi、pi、si、ji、ki、ki、li、ti、ti。单母音 u 加上子音的拼音练习有 mu、zu、chu、gu、hu、pu、pu、su、zu、ku、ku、lu、tu、tu。单母音 a 加上子音的拼音练习，马、坐、车、马、呢、硬、个、下、白、皮、西、热、加、客、礼、地、体。单母音 e 加上子音的拼音练习，无、做、错、五、号、报、号、数、高、科、乐、多、托。单母音 o 有无、做、错、摸、喏、五、五、户、部、铺、数、高、科、路、多、土。双母音加上子音的拼音练习 i、au、ya、u、yo、we、wa、we。
上母音 I、麦、在、菜、麦、乃、爱、爱、害、拜、派、塞、该、开、来、带、太。上母音后会练习猫、走、草、猫、猫、猫、牛、后、包、泡、扫、高、靠、老、豆、头。上母音也会练习食、车、命、领、赢、赢、兄、写、食、行、徛、正、请、饲影请，第二声请，名、咪影名名，第五声娘、呢影领，第五声娘，赢、字影影赢，第五声兄、饼、鼻影饼，第三声饼，听、声、食，第二声食，惊、听、听。上母音 U， U 的部分有酒、手、娘，第七声娘、娘，第四声娘，娘娘的娘，牛、牛，第二声牛，休、收、柔，第五声柔，揪、Q、溜、丢、Q、样、字样张、饲样唱、鱼样香、是样想、鸡样姜、气样腔、猪样张。药的部分有秒，第二声秒，少、笑、叫，第二声叫，休，第七声休，标、票，第三声票，小、绕，第七声叫，第三声叫，曲，第四声曲，聊，第五声聊，调，第五声调，跳，第四声跳。尾的部分有尾、水、喙、眉、软、宜兰腔软，第七声软，龟，第七声龟，灰、肥，第五声肥，屁，第三声屁，水、龟，第七声龟，开、
类、对、推。我的部分有磨，第五声磨，纸，第二声纸，带，第三声带，满，烂，第七声烂，我，第二声我，花，跋，第八声跋，破，第三声破，刷，热，第七声热，刮，看，热，大，第三声大，拖。碗的部分有转，第三声转，串，第三声串，满，第五声满，烂，第七声烂，换，第七声换，半，第三声半，判，第三声判，山，关，看，第三声看，单，摊，话，话的部分有买，第二声买，做，第七声做，吹，卖，第七声卖，月，第七声月，会，第三声会，飞，批，水，蕊，第五声蕊，龟，亏，对，第三声对，退，第三声退。声母音，咱过来复习一摆。I、凹、呀、影，第二声影。U、样，第二声样。腰、微、蛙、碗，第二声碗。微。三母音的部分，加上注音的拼音练习。腰、Y， 腰有秒，第二声秒。鸟、超、喵、猫、喵、摇、晓、表，第二声表。飘、消、绕，第二声绕。交、翘、了，第二声了。雕、跳，第三声跳。Y 的部分，拽、埋，第五声埋。坏、乖、快。安、红、阴、阴、应、运、旺、炎、烟、样、用、旺、弯。暗的部分有占，第二声占。参、眼，第二声眼。含、三、甘、堪、揽、担、贪。
安的部分有挽，第二声挽，赞、参、言，第五声言，罕，第二声罕，班、盼，第三声盼，山、干、看、咱，第二声咱，等，第二声等，趁，第三声趁，翁，翁的部分有网，第二声网，棕、葱、硬，第七声硬，烘、放、芳、送、工、空、人、东、通，音，音的部分，金、深、银，第五声银，心、心、仁，第五声仁，金、金、啉、饮，第五声饮，听，音的字有面，第七声面，真、亲、银，第五声银，hin，第七声hin，品，品，第二声品，身、人，第五声人，紧、轻、忍，第二声忍，顶、停，第五声停，用，用的部分，猛，第二声猛，精、清、硬，第二声硬，兴、兵、拼、升、经、轻、冷、丁、挺，第二声挺，韵的部分有文，第五声文，准、春、阮，第二声阮，分、分、喷、顺、润，第七声润，均、均、轮，第五声轮，蹲、吞，翁的字有莽、总、葱、戆，第五声戆，风、滂，第七声滂，碰，第二声碰，松、公、空、弄，第三声弄，东、通，三母音，淹、淹、央、用、汪、弯，淹有尖、签、严，第五声严，险、闪，第二声闪，染，第二声染，减、欠、念、点、忝，第二声忝，淹有免，第二声免，煎、千、眼，第二声眼，
偏边片第三声片，先然第五声然，坚牵连颠天，阳的音将枪姜香病第七声病平第七声平香酱第二声酱姜香亮亮听用的字有将冲强第五声强向上强强强第二声强亮第三声亮中强第二声强汪汪弯弯的音有满第二声满转穿远第二声远翻弯第三声弯酸关宽乱第二声乱端团，请继续拍拼，努力。